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2，诗篇106篇8节安尼讲：若是伊因为家己的名拯救因，为着要显明伊的大权能，三甲来祈祷，因为你家己的名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早时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光明遍满全地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！今仔有活命的，拢要出欢喜的声来称颂你；今仔有气息的，拢要来学乐你的名。主啊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当阮伫苦境甲患难的时，求你扶持阮，安慰阮。主啊，当阮伫艰难中，求你出手帮助阮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你要因为家己的名拯救阮，为显明你的大权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